庆余年二中几位母老虎正式的出镜，王启年的夫人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那么其他的母老虎都是谁呢？第3位叶灵儿。叶灵儿其实已经在第1季中被林大宝定性成为了母老虎，主要是因为叶灵儿本身风风火火的，一点也没有个姑娘的样子，这也是叶灵儿一直痴迷于练武的良苦。虽然在武学天赋上，叶灵儿并不是很出色，只学会了大劈关，但架不住叶灵儿就只有练武这一个喜好，以至于大多数的时候，叶灵儿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如同一个女汉子一样。大宝因为心智不全，所以每次见到叶灵儿风风火火的样子都是很害怕，所以便将叶灵儿当做了母老虎。在第2季的故事中，叶灵儿的演员由韩九诺换为了金晨。如果单以母老虎的形象来评价的话，金晨所饰演的叶灵儿更为符合大宝心目中的那个母老虎了。因为金晨机智的眼神看起来就十分的不好惹。作为林婉儿的闺蜜，叶灵儿在第1季中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在给林婉儿打抱不平。每次得知范闲欺负林婉儿的时候，叶灵儿就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把范闲狠狠的教训一顿。似乎除了打架之外，叶灵儿也想不到其他帮助林婉儿的方法了。论头脑，叶灵儿甚至连林婉儿都比不上，更别提出谋划策了。所以在设定上来讲，叶灵儿本身确实是母老虎类型的人物。如果只是嫁给一个寻常人家，那么叶灵儿跟王启年的夫人也差不了多少。奈何之后叶灵儿嫁给的是2皇子，面对一位皇子，叶灵儿母老虎的本性也就直接被压制下去了。到头来，叶灵儿也算是逐渐成为和林婉儿一样，选择在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了。第2位皇后，如果说庆国中的第1母老虎，那其实当属皇后无疑了。皇后的母老虎属性在当初嫁给庆帝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出来。皇后是太后给庆帝挑选的妻子，当初庆帝坐上皇位后根基并不是很稳，为了让自己儿子的皇位稳固起来，太后便看中了家境实力非常强的皇后一家，让庆帝迎娶皇后，凭借皇后的家族势力坐稳皇位。当时的庆帝身边因为有着叶青梅，所以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婚姻，奈何太后的命令让庆帝不得不从。就这样，庆帝便迎娶了这个女子，并且将其立为了皇后，借助皇后家族的势力坐稳了自己的皇位。早期的皇后凭借自己家族的地位，也彰显了自己母老虎的性格。虽然不涉及政事，但是在后宫之中也一直压过了庆帝一头，整个后宫也都有皇后所掌管着。庆帝当时也是敢怒不敢言，毕竟一方面还要借助皇后家族的力量，一方面也要稳住自己的后宫。不过庆帝在准备处理掉叶青梅的时候，便将皇后家族一同算计了进去。他知道皇后一直看不上叶青梅，就借助皇后的手去将叶青梅除掉，制造出皇后动用家族力量接近叶青梅的机会，然后再利用陈平的手将皇后家族势力尽数铲除。就这样，皇后在那次事情后成为了光杆司令，没有了家族的支持，皇后也就开始在宫中逐渐的安分了下来。而皇后对于范闲这个人虽然也有些看不上，但并未真正的对范闲出手，只是一直支持太子去处理掉范闲。最终太子谋反失败，皇后在范闲的面前跳下了城楼，落得一个生死的结果。第1位王夫人，王启年的这位夫人堪称是第1季中最强的母老虎了。而在第1部的故事里，大家对于王夫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比如范闲跟着王启年回家去取东西，王启年是直接被王夫人给打了出来，这一幕就连范闲都十分的惊讶，但王启年却乐在其中。虽然他很害怕自己的夫人，但这种害怕的缘由也是来自于王启年对夫人的爱。如果不爱的话，王启年怕是早就一刀将夫人嘎掉了。所以说，男人怕老婆并不是什么问题，只是对于自己老婆爱的一种表现罢了。如今的第2季中，大家一直想要看的王夫人也正式出镜了，是由高露所饰演的。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形象上，高露也确实很符合大家心目中王夫人的形象。之前单单是爆出了高露饰演王夫人后，就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，并且在预告片中，高露将王夫人母老虎的形象也很好的展现了出来。但即便是平日里对王启年又打又骂，一旦遇到事情的话，王夫人还是鼎力支持自己的丈夫的。无论王启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王夫人都是没有任何的意见。王夫人其实对王启年的埋怨，都是因为只有一个人处理家中的柴米油盐，想让王启年帮助自己分担一下罢了。在大事上，王夫人从来没有对王启年的选择产生过任何的阻拦和犹豫，更是在范闲跟庆帝翻脸的时候，去帮助了范闲夫人林婉儿。王夫人的母老虎属性仅仅是在日常小事上，她也是一位很值得被大家喜欢的贤妻良母类型。有着这样一位夫人，难怪王启年是甘愿挨夫人的打呀。好了，关于庆余年2中出场的3位母老虎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。